洛陽係華夏文明嘅重要發祥地，有5000幾年嘅歷史噶啦，又係13朝古都。嚟到洛陽，民以食為先，梗係要試一碗洛陽嘅美食。呢個就係洛陽牛肉湯餸餅，洛陽特產，試下落去睇下咩樣。淥幾耐咧？冇講過唔好講，你中意啊！即係抌條油炸鬼攞去食粥，你話幾耐先有好啊？點知啊？你自己中意咯。白馬寺係中國佛教嘅祖庭同埋釋源，原本嘅建築燒咗好多次，而家寺裏邊係元明清時候重建嘅。洛陽咧必須要嚟呢個白馬寺。白馬寺咧就係話仲耐過我哋上次五台山嗰個佛光寺。因為佢係東漢皇帝第2代劉莊，咁啊發夢見到個小金人飛過嚟，咁啊派啲大臣去周圍揾，咁啊遇到2個天竺嚟嘅神僧，咁話咧白馬馱咗經書嚟到洛陽，咁啊皇帝就同佢起咗呢個寺，咁所以只因為兩個白馬馱經書咧，所以叫白馬寺啊！而家睇嘢。天王殿供奉住呢個彌勒佛，係白馬寺嘅鎮寺之寶。最特別嘅地方係用明代甲嶺乾漆做像，即係用呢個靈麻布包住啲泥胎上漆，做完晒之後呢，將嗰個泥胎全部甩走佢，咁啊成個佛咁大呢，都係10幾公斤重嘅啫。呢個巨大嘅鐵製仙桃係東漢時期嘅遺跡，離而家有1900年歷史啊。據講摸下仙桃再摸下身上面唔舒服嘅地方呢，就可以醫病啊。大雄殿供奉嘅係釋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薩、普賢菩薩。呢一組佛像呢，就係叫做釋迦三聖。寺裏邊好多着住漢服嘅侍女喺度拜神燒香，使人有啲時空交錯，以為而家翻去盛唐時候。再行去後邊係清涼台。開始嘅時候，印度嘅高僧攝摩騰卜法蘭就喺呢度譯出第一部漢文佛經42章經。呢度係漢文佛經嘅誕生地，可以叫做中國佛教嘅釋源啦。中間呢一座係明代嘅毗盧閣，漢明帝劉莊少年嘅時候，亦都係喺清涼台讀書嘅。旁邊仲有一座佛教歷史博物館，介紹佛教傳入中國嘅古仔。匯集咗印度、泰國、緬甸呢啲國家嘅各種風格嘅佛教殿堂，展現咗多元文化交融嘅特色。晚黑遊洛邑古城，可以完全感受到盛唐時候嘅繁華。而家保留到最完整嘅古蹟就係呢個文峰塔，係北宋時期用嚟祈求民運昌盛。明朝末年，李自成攻打洛陽，就用紅衣大炮就炸冧咗呢個文峰塔。而家呢個塔係清朝順治年間重建嘅。
當年嘅讀書人去考試之前，都嚟到呢度塔底下拜一拜祈福，希望高中狀元。晚黑嘅洛邑古城恢復咗當年唐朝民間市井嘅熱鬧繁華。喺晚黑喺各個地點都有大大細細唔同嘅表演。而家着漢服喺中原大地呢，就已經係開到周街都係啦。我哋去洛邑古城睇下啦，因為開咗呢個唐宋主題公園嚟旅行呢，就係着漢服影靚相，上載去抖音、小紅書，呢個就係去旅遊最重要嘅體驗。租衫、化妝、道具、攝影一條龍，由99蚊到499蚊都有，大大降低咗普通人着漢服影相嘅門檻。而家洛陽街頭着漢服嘅人，比喺日本京都街頭着和服嘅仲要多啊！三國時代，曹植就寫咗《洛神賦》，文章裏面講嘅洛水神仙呢，就係住喺洛陽噶啦。晚黑街上就有好多神仙嘅歌舞表演。晚飯啊，梗係要食翻洛陽當地嘅傳統菜啦。呢一間絲味餐廳咧，賣嘅就係洛陽傳統菜：蔥扒虎頭李、牡丹煙菜、鮮湯燴麵。好，就食呢一間，直接點招牌菜啦。有美女表演唐朝嘅宮廷舞。先上咗片皮鴨先。呢度係開放式廚房，我哋睇住個廚師將炸好嘅虎頭李放入啲湯裏面紅燒。呢個就係洛陽八小碗啦，有8款鹹甜小食。哇！皇帝嘅享受啊，真係冇得頂啊！今晚呢餐飯係洛陽旅遊嘅最佳總結。可惜啦，得2個人，因為再點多啲美食啊！